跑步的啦，我是足爱跑步的人，我可能甲无输共款。我定定拢差不多4、5点来爬起来，顶礼拜差不多规个礼拜拢共款，4、5点爬起来，啊就当伊伫咧落雨吼，啊歹势，已经是礼拜2照道理是咱就莫去走，啊毋过我已经就忍袂掉，我就走去跑步。啊透早我就看到一个虎林人哦，顶间拢捌看过，他是一个应该眼睛是看不到的吼，你就看伊举一支迄个拐啊，安尼敲敲敲。定定落伫迄个，咱顶街迄个里尾，咱伫迄个所在咧走春还是走秋的时候吼，咱遐拄着吼。感谢上帝，咱有看到一个人拢哈尼拍拼咧练家己的身体，咱嘛感谢上帝，互咱拢会当伫即个时阵，吼陪伴咱的心来敬拜上帝，吼坚定咱的信仰。咱会今要来练习2首诗歌吼，第20首甲第529首。第20首，咱大家拢足熟，咱就直接来吟吼。咱就即马开始来练习来，做阵来。来，心地上帝点地顶，管理有着出命令，人类的思想改变，我的生活快变迁，一代过了又一代，最难徛起所在。第2站来。国家兴隆大水美，在地天百姓之意，世界荣华大富贵，大尊朝我将是谁？上帝最万民的美。永远不变高万岁，救主救赎我的心，以及信心大能力，我愿一切的主，下最新的的故，永远不变主上帝，我爱点滴的心灵。329首吼，咱这首诗歌，歹势我家己较无熟啦吼，所以讲我嘛认为大家会无熟，啊，咱为头来合念一遍吼，来。伫我救主阳光面前，大家自治欢喜和平，主你疼痛极大无比，阮吟诗来感谢你。打着学主缀伊骹步，大家进前来行天路，无论经过逐项代志，常常帮赞安慰扶持。来第2节。愿我救主催逼我心，赞我听你日日那心，将我性命献予你用，报答我主极大恩情。主你谦卑看无家己，学生下骹你洗清气，你好模样，阮学来行，真做一体，大家相听。但求救主做阮牧者，带阮经过深溪旷野，兄弟姊妹真做一体，大家同行天路无退。吼，这首甲头一首咱看吼，歹势吼。好歹敬如三听无尽，但愿阳光归伫上帝，一嘴高乐。
直到万世，歹势吼。那这两首诗歌，咱头前甲20首，这拢是美国的诗歌。咱也感觉伊的曲调就是安尼吼。那你也较早摕时阵，你就会看伊若伫抗议吼，这是我家己的感受吼。咱伫抗议，哎，这个诗歌弄得较平吼，你就会感觉歹势咱咧讲较大气啦吼，较大气咧唱起来的时阵，你就会嘛会足顺畅的吼。啊，咱请圣歌队先吟一届吼，来。预第就开始，大家做阵来吼，来。我叫主荣光面前，大家做阵欢喜和平，祝你听到大无边，主要因是来感谢你，我叫主。 阿门，阿门。这时，咱要奉主的圣名开始今仔日的礼拜，请奏乐。
恁就学罗耶和华，对天顶学罗耶和华，伫悬的所在学罗伊，伊的众使者，恁就学罗伊，伊的众天君啊，恁就学罗伊。遮个拢着学罗耶和华的名，因为只有伊的名受尊最悬，伊的荣光盘过天地。请咱同心来吟诗学罗上帝，圣诗20首。圣父上帝踮天顶，念全首，会众请起立。同心来祈祷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全能全智万权能的主上帝，天地要讲起你的荣光，强强要保养你手所做一切奥妙。你的信息极大，你的恩惠极深，你的疼痛到因世代无煞，对古早、现在到将来，你是永远伫地、永远活的上帝。阮是受恩的人，同齐徛伫你的面前，同心敬拜，齐声阿罗，恳求主用你极大的慈爱，怜悯阮的软弱甲有限，用你丰盛的恩典，擦消阮一切罪过甲歹代。阮知，当离开师有偌远，你予阮的罪过离开阮也是遐尼远。帮助阮定心得到清气。正直的灵，互阮手清洁，心清气，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得到你的怜悯，领受你的恩惠。慈悲怜悯的主，阮中间兄弟姊妹，若有人身体病痛，需要治疗的，求主你加添教野的体力甲精神，求你来医治看顾因。若是有心灵忧伤、困苦、软弱的，求你来陪伴安慰，互因对你遐得到平静安稳的心。恳求主坚固因心内的溃烂，我靠你来得到勇健的心神。因为阮知，见若着磨背重重的，只要亲近你，你就要互阮得到安息。是阮的主，2020年是特别的年，感谢主年头到年尾的看顾。今仔日是上尾一个主日，我们向主献上感恩。虽然过去一年，阮拄着武汉肺炎的冲击，带来侪的担忧甲不安。感谢主，有主你的保守看顾，
有政府官员甲医疗团队周全的防疫政策，互台湾安然经过，一切平安，也互阮会当安心、放心、正常生活。阮满心感谢俄罗斯。我毋知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犹原非常严重，恳求主赏赐智慧、能力，互各国家的领导者、医疗团队有完整的防疫政策甲治疗方法，会通互疫情得到控制，患者得到医治，人民得到平安。恳求主人民保守，掌权治理。阮深信，无论咧关山还是深谷，顺境还是逆境，拢有主你的陪伴甲引带，一步一步，拢是稳定的路。亲爱的主，你是光，你是世界的光。当阮看见教育馆的十字架在黑暗中发出光的时，阮要一摆搁一摆向主恳求，求你教示阮怎样顺效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，帮助阮警醒家己，清楚看见主。在新的一年，你要赏赐的新的意象、新的方向，互阮会当明白你的心意，通照你的心意来行，互树林教会成做社区的祝福，成做福音的出口，引带侪侪人来明白你，来归向你。感谢圣灵同在，坚固阮的信心，恳求圣灵鼓我靠无斯的喙，传讲你的真理甲奥妙。我也要恳求主，拍开阮属天智慧的灵，互阮有受教的心、恭敬的耳，来领受你的教示，互阮换心变化，活出你的心意。互你的话成做阮随时的快乐甲帮助，也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利益甲福气。阮将今仔日的敬拜、恭敬摆咧伫主你的面前，求你感纳。这时，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心来祈祷。阮伫天你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入教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人，无得传日时，就叫阮脱离个歹。因为国、权柄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兄弟姊妹，请坐。这时，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伫在西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列多林内受苦，领十字架，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就天。当坐伫全能的爸的大名，伊要对遐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堂的教会，圣堂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复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来启应，启应文第50篇，以赛亚书第61章，我来启，请兄姐来引。至关上主的神临到我，找我去传好消息，予散车人，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。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，安慰所有悲哀的人，得释安悲哀的人。
借由代替悲哀，因受称作公义的树。我要用信息甲因保守，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。当作所有看见因的人，会承认伊是上主属福的子民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《哥林多前书》9章24节到27节，和修本258页，在武汉译本194页。《哥林多前书》9章24节到27节，恁敢毋知在场斗走的，逐个拢走；若是得到报赏的，只有一个。恁着安尼走，才通得着。既若斗力的，逐项是准则，因是要得着会败坏的免流；若是咱要得着袂败坏的。所以我安尼走，毋是亲像无定着的方向。我拍拳无亲像咧拍空气。我拍我的身躯到忝忝，互伊幸福。行了，我已经传互别人，本身检采拄着拒绝。好咯，圣歌队今仔日要吟的是握手。
花敬畏，我要用摇花无路，勇敢向前跑天路。正道，今仔日科目书要讲的题目是永远袂受拒绝。大家平安。2020年，大家拢讲真特别的一年。我想的吼，伫过去遮尔多的年，每一摆到上路尾礼拜，咱有倒一摆无感觉讲，今年是真特别的一年。2019月、2018月，你会发现每一年实在是有影，咱回想起来时阵，拢感觉真特别的一年。所以今仔日伫个咱2020年12月27这个主日，咱求主帮助咱，亲像拄啊正话对引带咱最近学路的，内面有讲握手，敢若亲像要最近个斗阵，挥挥手，敢若是意思是讲再见吼，这个唔通过来。有的代志咱爱该拒绝，有的代志咱爱定心建立，这是咱踮伫个年尾的时阵，年中岁末的时刻，咱会有特别的一个学习甲反省。咱伫个几工前会当踮咧即个所在三甲平安年、圣诞节，咱所有的活动一个段落。毋过，咱今年特别讲圣诞有故事，耶稣基督的诞生，甲你我的信仰拢有关系。所以咱真感谢主，即届的 DM 做甲不遮好势。伫个伊诶圣诞有故事即个背后，是一个圣诞树。如果你今年无摕到即张转去，不管是含囡仔啊含孙，你会当互看招待到遐阁有无？我家己阁留一张吼，转去咱伫今年的元旦，踮伊就要过元旦啊咯。无一定爱走去101遐跨年吼，踮咧厝的吼，咱无一定会当甲即个圣诞树吼来甲伊做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的诞生，甲咱有关系，毋是干那踮咧12月25迄天内底。所以咱今仔日到2020的即个礼拜日，咱用即项保罗的提醒，无受拒绝、淘汰。这个在台语不知道怎么翻译吼，台语咱无讲淘汰这个词，但是拒绝，伊的意思就是受拒绝。我走到要死，讲走到终点的时阵，讲吼，我定然袂当经过这个最后的一条线安尼吼，受拒绝，煞互人淘汰起来。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，这段真特别，拄仔咧讲的，伊分做几项，24节，甲咱提醒，惊毋知踮咧运动场咧走的，拢想要得到迄个冠军，冠军敢若一个人。哥林多这个所在兄弟姊妹拢听有保罗的讲啥？咱原来旧年爱踮咧东京有一个运动会叫做啥？即马讲要刷来明年啊，本来应该今年啦吼，即要刷去明年，毋知影迄个规模要安怎进行。不过阮当有真侪限制，甲过去这几十年的奥林匹克的比赛无啥同，原底今年爱举行，因为疫情的关系。这个奥林匹克的运动会已经2800年啊！第一届是伫2800年前，迄是伫希腊，伫迄款的中间真要紧的是查甫囡仔10岁、12岁，若要用咱今仔日讲的吼，都爱入去这个奥林匹克训练中心，哪是伫左营还是倒位啊？囡仔，查甫囡仔为什么？因为迄甲战争有关系。甲即个城市你的实力有关系，城邦政治伫咧即个城的中间，囡仔到10岁、12岁，查甫囡仔，伊就开始来甲你锻炼，互你走会紧，互你力有够，互你会当甲人，这相扑叫做啥？sumo 哟，咱看日本迄节目迄叫，就开始互你有即款的战斗力啊，足够，所以为着要增加因受训练、受操练的兴趣，所以伫2800年前开始，就按遮的少年人的比赛中间，看什么人走上紧，什么人走上紧。这到甲保罗写这张批信的时阵，已经是罗马帝国的时阵啦。不过，这款的比赛，4年一摆的比赛，嘛已经有一点仔变形啊。
较毋是踮咧讲训练军人啊，已经是真正咧竞技场，特别比赛去互人欣赏啦，还是讲你会当得到一个 honor， 得到一个荣光冠军安尼。所以哥林多这个所在遐日子要听有保罗咧讲即项，哇，就是阮咧看迄款的比赛，哇，规10个人咧走100个咧走，就是有一个得冠军。大家听有保罗用即个甲讲，咱的性命、信仰的历程，咱共款，亲像安尼咧走，要得到赏。第二，伊遮咧讲到迄第25节，你若教力真善。你都要有节制，你要上场以前，你都要有一寡准则，你都要有一寡特殊，你一寡训练。25节咧讲到遮，训练遮到尾啊是得到一个花冠，这无几工就打去啊！大家为着迄项吼，无几工就打去的迄个冠军吼，哇，拼甲要死！何况是咱要得到的是袂败坏的典礼。天父上帝所答应予咱即个永远活，即个典礼，即个是袂败坏，为着会败坏，大家就拼到要死啊！何况是你生命中间的意义、价值、永远的愿望，咱国较就爱继续来跑走，免伊受拒绝。所以25节伊咧讲到即项，讲遮了后，第26节，所以的意思就要做结论啦。好，按头前来甲遮要做一个结论，这个结论是安怎？咱走的时阵有目标，甲人输磨的时阵有一个对象，毋是你家己一个人踮咧遐练吼。你不管是拳击还是摔跤，阮通有一个对象。所以安尼，你就真实伊咧讲即项26节咧讲的意思讲，信仰的历程是真实的代志，毋是你坐伫遐祈祷啊用想的用冥想，敢若默想安尼，毋是。是真实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对手，含你踮遐咧输磨咧相应，好，这是一个真正信仰的功课，毋是踮伫房间，踮伫修道院，踮伫沙漠迄个所在安尼操练。信仰的跑走，伊是有真具体的目标，佮有真实输磨的对象，人生所碰到的功课、挑战、争论等等遮。26节咧讲，所以咧讲的这意思，为着安尼27节才会进入，所以我就爱互家己节制、准则，甚至拍家己台语讲到险险，训练家己，爱操练家己，那才有可能到上路尾，你得到这个免流。毋通讲哦，传互人传到要死，认真甲哇，同学看到你安拢真好的见识，到尾啊家己倒转来感觉真。空虚拼啊，甲要死安尼，转来，敢若亲像家己是受拒绝。教会服侍中间，通都爱挑战伫即项。圣诞节都过了，你先看卖一万年久哦。咱第一场是12月初4拜五暗伫遮的音乐会，过来，咱就开始安尼，下日拜六礼拜周间，一直到24年。12月24，咱想看偌济同工是安尼发落几落场啊！保罗甲咱提醒，伫即款的服侍过程，天父上帝感觉上毋甘的，嘛感觉毋通发生的，就是遮个跑走、遮个服侍的同工到尾啊，才发现，敢若家己同空虚，别人拢做老了，我欠甲要死。即句话咧讲就是安尼，受拒绝。敢若亲像煞受即个福音拒绝，所以踮咧2020年，咱倒转来看，你毋知佫会记得今年安尼，剩无几秒吼，若要365天，剩无几秒、无几分钟，就变2021啊！即个时间若佫调一下吼，就变2021啊！佫过几工就2021。咱敢若亲像伫2020印象中较想到就是即个肺炎的疫情，敢无其他的代志吗？的确有，你家己回想看，1月开始，亲像讲1月14，你有排队无？1月14拜六，你怎啊去讲日？你为着要领选票，你排偌久？咱今年选总统呢，咱煞袂记啊选总统，这足大条的代志。你选票去排偌久？我就爱坐车坐到师大路遐去吼，踮咧台湾师范大学去遐
去排啊去领迄个票啊去投票，你会记哦？选总统的4年一届，你可能那想讲，你讲发生足多代志啊！我袂晓，我拍球实在是无法度，甲人弄个无，但我真爱看人咧拍球的，无论是野球还是篮球，你看伊拍球已经毋是一个力的比赛，毋是一个体能，迄个是一款的艺术。尤其是你看迄拍棒球、野球哦，伊个慢动作，伊个转身的时阵哦，球棒啊身躯的扭转，啊抛起即粒球安怎出去？啊看慢动作，哦，迄实在是一款欣赏，迄款一款艺术啊！你看即个人踮迄个灌篮的时阵吼，吼，伊带的洛杉矶湖人队，遐尼长的时间，啊毋过安怎？敢会记的？是今年。直升机去送囡仔，吼，上下课毋是骑奥多麦送，讲是坐直升机啦。听讲有一，这嘛应该是笑话。听讲一个去美国，啊要去上课吼，按阿拉伯去的，结果尾啊要去上课，用坐火车，几台火车甲买起来吼，就爱坐火车，因为踮咧阿拉伯捌看，所以上课讲坐火车去上课安尼吼。但是拍球的，人咧看球类比赛，拢会记个科比，吼，迄届伊。当然对伫咱台湾来讲，李登辉前总统安怎，这嘛是2020，真要紧，咱所保留。毋过对你、对我，下边有足侪问号。多一件事是伫你过去1年中间，互你特别去经验，上帝怜悯听。上帝恩典，伊要甲你讲啥？所以，当咱讲对年头到年尾有上帝带领的时阵，《申命记》12章12节，甲咱讲耶和华上帝，伊看，伊咧看。咱踮咧台湾，咱敢有体会这项？常常甲人分享，国外的人嘛在甲咱分享，甲人讲哇，真新鲜，踮咧恁台湾。全世界12月20平安年，偌济拜登袂当聚会啊！但是踮咧台湾，咱有遐尼济教会24年，咱最近名字耶稣基督的降生。我个人感觉，踮伫台湾的基督徒，咱特别爱通过传道书第3章14节，搁一摆继续反省。上帝所做这一切，的确有伊的亮丽。台语讲亮丽、设理。奥秘的真理，吼，的确有伊个亮丽，就是爱咱踮伊面前存敬畏的心。咱踮咧台湾，基督徒咱也搁较体会这款的，咱才会当带互咱台湾的人民同胞一个敬畏的态度。有真侪学者伫咧反省咱台湾的群体的时阵讲，其实台湾人啊，基本上咱是无神主义者、无神论者。对台湾的百姓来讲，其实咱对伫这个超越性创造宇宙主宰的上帝，无什么概念，讲的就煞。虽然庙逐所在有，逐所在拜，不过这个毋是所咧讲迄个超越性的上帝，哈，毋是超越性上。啊，这款呢是一个学习生命一代一代的功课，要安怎带对？创造宇宙主宰有一个明白，哪里才有可能对伫人会尊重、会疼惜人甲人？你才会晓尊敬人，才知影迄个意思是啥？吼，才会知影疼惜，因为有一个超越性的上帝，伊创造一切，掌管上帝伫咱的心，是毋是有即款的一个地位啊？对年头到年尾，2020年，你可想看觅？上帝安怎你显明，行代志伫你的中间。所以拄啊，咱阁倒转来去段经文，伊咧讲我跑走爱有目标，我拍拳，吼，毋是无对象，毋是家己一个人踮遐演练。咱有讲过，即个奥林匹克历史真久，当然迄中间有一寡改变意义，但是伫现代的奥林匹克伫19世纪开始恢复的时阵，真重要的原因就是迄个和平的意义，和平的意义。为了和平，咱三甲头前无论什么款的国家，所以咱知按19世纪开始
到即马奥林匹克中间敢有3摆停来尔，第1摆是伫第1次世界大战，佫有2摆是伫第2次世界大战，1940、1944。这2届，这3届拢是因为世界大战暂停，若无4年一摆，今年会延，就是因为疫情会延到明年。真重要目的，或者係運動員三甲鬥陣，無因為政治其他嘅因素影響，大家學習2000多年前迄款將武器放落來，但是踮咧運動場頂頭互相有一個交易一個比賽，交易性嘅比賽。所以，若用這項個人所謂兄弟姊妹聽有，聽有這運動定安尼說，按我信用。是毋是嘛會當親像即款來跑走？保羅講真趣味，100個人走，敢若一個冠軍，100個走。要開始走的時陣，敢有人一開始就講我即屆無可能冠軍，我袂走。無咧，起跑的時陣，大家攏拼性命走。雖然有幾個知影講，我即擺可能狀況無好，但是伊嘛是努力走啊。走到尾啊，敢若一個冠軍，剩的攏全是。起跑的陪走，下性命要得到迄个会败坏的冠军。毋过保羅用即个甲兄弟姊妹講，信用運動場頂頭的跑走，真有可能100個走，100個攏冠軍，真有可能。因為上帝所咧看的，毋是講第1名、第2名、第3名，上帝咧看的是迄個忠心甲盡力。什麼叫忠心？忠心毋是一個人家己的感覺。咱若踮咧咱的文體內面，咱講即個家庭，有人講你的先生真疼即個家吼，又有人講暖男真顧家，對家真忠心，真忠心。迄忠心意思是啥？毋是會報本數啦，毋是講會甲你款東款西。忠心意思是啥？即個家庭做看守的、做囝兒的，真信任伊。即個查甫人受信任，這叫忠心，對無？踮佇你即個單位、即個機構，你有5個、有10個的員工，你感覺迄個人忠心？能力是一款，什麼叫忠心？受信任，對無？你什麼代志交代互伊？毋是講伊穩當攏袂出錯，毋是講伊攏袂做毋好，但是你知影交互伊是我會當信任的，甚至伊做出來結果無論安怎，我攏會當信任。這叫做忠心，這叫忠心。所以這點會團體上真要緊的。咱跑走毋是講代志完成偌濟，也是安怎？是咱迄款信用的生命中間，主上帝看的，是咱的忠心甲盡力。忠心甲盡力，這是保羅來講。所以你就踮咧信仰嘅歷程，就免煩惱講哇，我咧走袂過人啊，毋通想講我走真緊哦，但係我走真是走慢慢啦吼，是干那為着賣互身體更較歹，身體愛健康，所以咱就愛操練。毋過佇走嘅中間，忠心盡力，這是上帝所看，這是伊所賞賜，永遠袂敗壞。永遠我會免流，伊送俾予咱。這是對年頭到年尾，咱三甲來看。所以對於安尼，教會中間都毋是干那一個兄弟姊妹，咱家己咧跑走。咱會記得2015年，咱教會有一個咱叫做大典的溫度訓練。伫迄屆訓練，咱有招20多個兄弟姊妹，最近經歷過一段時間，用。真基本的課程，大家最近唱歌、學樂，大家最近耍遊戲破冰遊戲，最近有一段時間學習基本信仰的課程，互相帶導，同重要的形成一個信仰扶持跑走的團隊，跑走的團隊。2017年，咱閣有招幾個，閣招10多個，不過到18的時候，咱轉型伫18、19。中級會每一個月一屆，所謂中級三甲學習一款團隊溫度訓練的功課。每年1月初到拜六開始，我甲團隊，阮何師娘，阮最近閣招20多個新的一陣，
然后开始各即款一阵一阵。我个人真期待，踮咧咱树林教会有生之年啦吼，有生之年会当服侍即中间，咱会当到2年左右，就会当搁一段一段，互兄弟姊妹有机会来经历。伫咧即款的跑走、信用跑走的过程中间，咱家己安怎得到终极、得到超越，通好得到同尾啊得到迄个永远袂败坏的免流，对主上帝遐所显示。所以，遮个受邀请有人会惊讲，哎呦，我毋知要做啥，我讲你毋知要做啥，同基本的，今仔日转去与京剧有约，即张会记摕转去哈。价值不管你有写无写，这20几个受邀请，明年1月初9要受操练的，我讲你倒转来，按即项同基本功夫，一工一早的进步练习甲抄起来，然后一礼拜一讲，安静心，甲上帝相拄，听伊的声，尤其是迄5项，咱也未做的，迄5项中间其实同大的操练，其他你真理性拢会当写。毋过要安怎听到天地上帝你讲话，都放心。即项事我甲你斗阵，你安怎去听到上帝甲你讲什么？这是咱来讲 QT 安静的时刻，灵修甲上帝相拄即个功课。所以明年1月初9开始即批，一个，阮通知因讲，你即礼拜，不管你以前有做无做，即礼拜对12月27开始，毋是后礼拜1月初3哦，对即礼拜开始。为了即点，阮来准备一寡叫做保罗的角色。2015受训练到即摆有不遮济，伫咧团契、伫同工、伫中心的中间，一个，甲准备一个信用陪走啦，陪跑者陪伴走。伫咧走马拉松比赛时阵，阮会报过一款情形，阮会特别留意，就是你咧走的时阵，会发现讲有一个人扭一条绳啊。然后伊边仔有2个人嘛，同阮扭迄条绳啊，因2个咧走，2个咧走的时阵，即个有中间有一个人，伊的时表啊，还是身躯顶会发出一个声，哔哔哔哔哔，即款真细声。阮若咧走时阵听到即款有声，阮拢会想。你搁较有你的目标、你的时间的设定，同个这阮当想，为虾米？表示即中间走有一个人目睭是看袂到的，所以边仔有一个人，同阮扭一条绳啊。陪伊走，伊的速度拢配合伊的速度。虽然即个陪跑者会当走真紧啦，毋过配合即个目睭看袂到的，来陪伊走，陪伊走42公里，按头到尾安尼。所以边仔的人走的时阵，可以配合即个听落迄个声，听落伊特别的迄落，阮就想，互因安尼照因的步调来走。伫咧信用的顶头，咱叫做保罗甲提摩太。使徒行传，你嘛有印象无？有人已经讲我明年2月要上这个课啊。使徒行传是教会历史中间真重要的记载，若无使徒行传，就无教会历史，就无咱2000年来。伫咧13章，使徒行传13章，保罗甲巴拿巴因点伫迄个教会叫做啥？安提阿、安提阿教会。因踮咧迄个教会收册派，教会派2个宣教师出去，派一个团队，所以因踮伫咧即摆咱讲的普里基、亚细亚这个所在。即中间毋是敢即2个，咱知影至少有马可，至少有一寡人甲因斗阵。因倒转来安提阿了，经过迄个使徒行传15章，耶路撒冷会议了后，15章的后壁讲第2摆。安提阿教会讲派因2个出去，我即摆2个有啥物意见无共？到底要带多一个道弟仔出去出问题。今仔日踮咧教会的服侍、团契的服侍、牧者的团队，妈妈呢甲我同工，语文甲我同工，阮3个同工，过来我要带多一个，会出问题无？保罗甲巴拿巴出问题，我看到因出问题，我就较安心吼。因为因连因2个这宣教的大人吼，尾啊因2个才分2条线。巴拿巴继续带马可，保罗带西拉，因踮伫咧
托里迪有一个城叫做鲁斯德，路斯德，伫迄个所在碰到一个青年人，伊的名叫做提摩太。表示保罗对提摩太真了解，有啥物你若看《使徒行传》16章迄段，伊讲安怎？伊的老爸是希腊人，老母是敬虔的犹太人，伊的阿嬷吼对即个上拢了解，伊就知影讲，咱就知影保罗他对提摩太看到即个青年人，我听到四周伊第一摆看到伊，但四周围的人拢真肯定伊，讲伊是一个忠心的人。什么叫忠心？就是边仔的人信任伊，即个青年人。老爸老母信任你，厝边信任你，即款的信任是人中间最重要。但是交互伊会放心，虽然可能在20岁左右尔，保罗就带伊做阵。所以咱虽然长老教会头前咧跑走的路，有一寡代志爱一个段落好行。敢若像拄仔圣歌伫保罗中间甲咱讲。咱虽然经过2020，哇，有真侪外在的环境，嘛有内在的学习，过去历史中间有真侪分分了了。不过有一款代志，咱来甲回首到遮一段落，我们毋茫进入一款握手的情况，对吧？好，三甲握手，三甲同心合作这款。所以保罗伫迄个中间就带提摩太。咱若看后壁的规个宣教的旅程，甲伊写的批信中间，就知影安怎互提摩太变做是一个独当一面，会当帮助人造就教会的一个同工，即提摩太。所以咱明年1月初9开始，有法共款，咱甲遮的所有的讲叫做提摩太啦，吼，是讲2年文道训练即批，咱拢甲配一个保罗。配保罗会从来无啦，就是今仔日开始，金句有约，灵修笔记，照安尼来做，做灵行，做灵行。互伊踮伫个文道训练的过程，就2021年即批伫文道训练的过程中间，会当有得到满满的学习。信仰的招商，有咱无共款形态，咱教会毋若敢若即项来尔，咱阁有其他，包括伫个事工部中间。包括伫个团契小组中间，咱犹原共款，会找、会信任、用心、欢喜三甲斗阵。有当时啊，毋是咱无爱，不过咱人的一寡心情会影响即款，所以咱拢会尊重每一个兄弟姊妹对上帝的回应。咱家己会知我即个时阵是毋是适合祈祷？放在祈祷中，牧师、传道、会长有邀请。安尼我放在祈祷中，我是毋是来回应一下？所以马拉松的赛跑，保罗尾啊写批互提摩太像即句话，咱珍惜，征战好的征战，真跑走的路站，守所信的道理，咱珍惜。咱毋茫，咱会当继续团队一站一站向前来走。倒平下骹即个广告，就是明年的一个马拉松，是团体赛。你毋捌捌听过马拉松团体赛？有诶走5公里，有诶同长诶15公里，有诶7公里，7个人安尼，安尼来走。伊要显明诶，就是讲走小哩，毋是一个人诶代志。信仰性命有一天到上帝面前，毋是一个人诶代志。咱毋是来教会做一个福音诶消费者，来遮享受袂歹诶气氛。真感谢真侪人来讲为什么你来属灵教会？你的 feel 真好，气氛真好。无毋对，但是咱来到教会，若是敢若诚做一个消费者，来遮享受即款的气氛。咱要诚做一个亲像最近参与伫即场信仰性命走小入的中间，咱诚做中间的一份子，提供咱的能力参与伫最近向前跑走的路站。甲希伯来人书11章40节讲过一句真重要，咱来读台语吼，来，因为上帝甲咱事先预备搁较好的事，是要互因，若无咱就袂得到完全。上帝预备一个搁较好的事，
迄款搁较好诶词意思，若是咧讲一个具体永远诶愿望，迄个搁较好诶词是咧讲着生命诶活动，生命诶活动。咱后礼拜开始1月初3进入2021年，咱诶 slogan 目标较好是温度合一，咱才有可能做宣告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咱看出来温度即个合一，表示温度都毋是一个人尔。2个以上才有合一的功课。上帝一个，但是咱一直去经验着3位一体的上帝。这款的合一，放伫咱的中间。所以伫遮讲着真趣味呢。上帝批判一项事，若无咱，因就袂得到完全。反头来讲，若无别人，我就袂得到完全。踮伫即个所在，希伯来历史咧讲诶，就是咱咧跑走诶过程，无受固执一个真重要因素，就是踮伫咱、踮伫因、踮伫群体中间。所以这是咱咧讲着即款跑走诶过程。这毋若是干那一个马拉松赛，这嘛是一款诶障碍赛，嘛是一款诶障碍赛。伊中间有真侪，无论你看障碍赛吼，爱撩水、爱高难吼，当时攀爬，咱看咧运动场迄个障碍赛，伊有真侪诶挑战。所以伫咧希伯来历史拄啊12章，刷落12章，甲咱提醒讲，咱着爱将真侪迄款重担爱放落来，你才有可能专心走。踮咧运动场，你看迄运动员穿诶衫有够少，伊尽量穿少。尽量清少，受水嘛共款，尽量互家己会当流畅。所有迄重担，保罗讲信仰的跑走中间，除了重担，还佫有一寡就是甲咱填掉的罪，即2项爱甲放掉，独仰望上帝。重担是咱的看路，咱佫会记伫路加福音，耶稣讲过一个譬如，野井的中间有野着刺皮地。叫经济伫遐，经济布个安怎会大长袂？去互刺皮剪掉。伫讲着迄款的重担，就是世间有足侪即款的刺皮，互咱填掉，煞袂大长，煞受固绝，无法度走到上尾啊！得到迄个上天的免由。咱世间咱计会发现有真侪即款的颠簸，有无？即重担放袂落来，烦恼即项。跨入一个，这就是保罗伫即个所在，希伯来历史咧讲，咱跑走的中间，即个重担爱甲放下。佫有另外就是罪，咱踮咧教会学习就是有限甲软弱。我有足侪有限软弱，你有，咱互相有一寡有限甲软弱。有限的意思是啥？我一个人做袂到，我爱倚靠无限的上帝，倚靠兄弟姊妹。软弱是啥物？软弱讲较白，那用我来真言讲，就偏心嘛。但你按你比较正讲一个，这叫做人的软弱，对无？你讲为了我看无输，你2个拢真疼，拢足公平，我家己知，咱做袂到公平，是毋是？咱人哪有可能搞公平啦？咱的软弱伫即个所在，所以即款的软弱会互咱叫做做伫咧社会到中心，所以甲遮个摆咧伫上帝面前，咱独仰望为着咱伫十字架顶完成救恩的耶稣基督，这是一个信仰生命历程的跑走。保罗咧甲咱讲，这个走小日敢若亲像马拉松，这个走小日敢若像障碍赛，都爱甲这个障碍搬过去，这个塔界颠簸的水重担，你都爱甲放落来。真足侪人甲阮提醒讲，牧师，恁这年纪开始爱准备家己。年老后面要用的东西吼，对不？唔通后摆想要靠囡仔生日的时阵吼，唔通期待你囡仔甲你买鸡2个，讲甲你订餐厅食饭。生日的时阵是安怎？咱家己来订，叫因来。恁捌听过说无？对不？你要搁等你的囝儿孙来甲你安排生日，无啦。甲囡仔讲好，即天咱踮咧倒吼，拢来，伊讲这餐厅佫无啊。毋是干那等3日拢共款饮迄个餐厅吼，是迄个较高档的。我囡仔就来哦。这讲叫做咱家己遐准备是咧食饭啦。有影想诶，这是一款会合心呢。
要安怎把一寡过去人世间习惯的这重担跨入一项一项交托，这是咱的走的过程最要紧的功课。所以保罗在甲咱讲，当安尼的时阵，伊讲吼有定着，有方向，阁有对象，要紧的来操练家己，拍家己到忝忝。来去讲吼，伊拍家己意思是讲操练家己啦，操练家己到忝忝，操练到忝，转去就困吼。即款安尼，你会得到成长。这个对信仰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咯。伫今年，咱拢足期待疫情、新冠病毒的疫苗会当紧出来。啊，听讲英国已经开始拍疫苗，啊，逐位嘛讲买倒位，啊有人买了，佫发现佫话买袂用的，全部甲取消。啊，伫买疫苗，伫逐个国家的医生，我看伊拢诚侪拢是算千万美金的吼，因为你百姓几百万个嘛，百姓遐侪，这疫苗哇，国家医生拢即马拢逐个会当买着吼，钱毋是问题。啊，伫即款的过程，专家嘛是甲咱讲，同重要是爱提升百姓免疫力提升。免疫力提升就是困得饱，食好营养平均，啊，你有食运动安尼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咱逐个拢会知影讲，即三项爱做。2礼拜前，才有人甲我讲吼，我顶下有讲牛筋含蛋白质最高，牛筋比牛奶啊，比牛肉啥讲牛筋啦。所以即摆若要去食牛肉面，就食半筋半肉吼。毋通加上牛筋较悬。毋过吼，2工前，佫一个读营养的甲我讲吼，对，牛筋的蛋白质最高，可是胆固醇也最高。有一好无两好。毋过，伫身体的操练是安尼，倒转来信仰的操练，要安怎互你的甲上帝话会当读圣经读甲敢若亲像比蜜搁较甜，吼，领受圣经上帝话。你有可能讲啊，一礼拜听无书讲多一摆就袂歹啊，伊安听讲咯还好吼，虽然讲偶尔度孤，毋过至少听有吼。毋过你若听有，转去家己读，读甲会当感受到上帝话比蜜搁较甜，比蜜搁较甜。即个在栽培、在操练你信仰性命的在当。啊，所以这就爱有教育营养。因咱爱有操练，咱拢知足侪代志是爱操练的吼。愈来愈清楚目标是耶稣基督，我会当坚持继续走，就袂受拒绝，就袂受拒绝。即款的操练，才会当互咱面对即个世间最的功课。即段咱真熟的《提摩太前书》4章8节安尼讲来，因为练习身躯迄个利益是小化。但是敬虔就凡事有利益，因为有现时甲将来活命的应允，有今天跟未来生命的应许。好，有现今跟未来生命的应许。所以当咱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咱性命得到自由，通过安尼来服侍、来操练，毋是咧变做放纵家己，干那踮咧舒适圈吼，英文有一句话讲，你若坐伫沙发食薯条，对不对？看电视你就越来越像马铃薯了哈，对，愈来愈亲像马铃薯啊！一粒坐伫沙发安尼吼，看电视啊，连狗嘛踮咧边仔缀你安尼吼，所以吼，愈来愈亲像安尼。这就是伊咧讲的。当我得到自由、得到丰富的时候，是不是瘫在那个地方吼，在舒适圈里面？无，咱继续操练，免得受拒绝安尼。所以，保罗踮伫写互腓立比教会兄弟姊妹即张批示，嘛是咱一直在学习的，用所采标来泡澡。上帝甲咱备办即个免流，咱毋茫领受会着，无受拒绝。所以伫这新的一年要到的时阵，咱毋茫咱属灵教会国较会当，亲像咱过去即个月所分享。圣诞的故事，耶稣基督的降生伫咱的中间，咱毋若甲咱兄弟姊妹来，嘛会当欢迎咱的朋友，欢迎你所接触到的人来甲咱遮真正经验一个教会。所以
你阁会记得今年一月你入字是啥物代志无？真紧哦，吼，时间行，想看卖，你迄个时阵入字安怎？后来性命若无往前跑走，就去互水冲掉了。每年无论伫生活、工作、服侍、家庭、亲密关系顶头，倒一项事，还是倒一个功课，是我搁较要去学习的，通好来得到即个免流。逐个人的经历拢无共，但是咱对上帝遐得到伊的应允，学习操练，然后通领受袂败坏的免流。所以伫个信息，咱所要研一首，伊甲咱讲到一个真重要的功课，529首。学主的脚步，第一节特别咧甲咱讲，学主的脚步，大家来进行，毋是干那一个人。第二节，亲像耶稣基督共款，谦卑看无家己。吼、我有一寡表达互相原理伫团体中间看无家己。第三，伊咧讲到，虽然会经过身体经过抗压，这是真实。但是踮伫咧教会有兄弟姊妹扶持带导，咱会当做阵伫咧上帝面前直到万世。咱来吟529首，伫我救主荣光面前。咱阮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伫每一日的生活经验主，伫你看，千年亲像一日，一日亲像千年。互阮伫每一工拢领受你无限的恩典的油滴伫顶面。2020年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照时到主面前来敬拜，恳求你继续引带保守阮，互阮超越。成做一个信徒的角色，愿意按住你为阮采目标来操练、来学习、来成长、来国较成熟，领受主耶稣所答应。我来是要互恁得到活命，阁是丰丰富富的活命。我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请坐。这时，请用感恩的心来奉献。当
心来银献做偌济，我的钱银献互你。会长请起立。请坐。这时咱要来共读本周的金句，记载咧旧部第1页。我读一摆，请会长念2摆。哥林多前书9章27节，我拍我的身躯到忝忝，互伊降服。惊了，我已经传互别人，本心检采拄着拒绝。哥林多前书9章27节，我拍我的身躯到忝忝，互伊降服。惊了，我已经传互别人，本心检采拄着拒绝。哥林多前书9章27节，我拍我的身躯到忝忝，互伊降服。惊了，我已经传互别人，本心检采拄着拒绝。愿上帝的话成做咱随时的激励甲帮助。这时咱来欢迎新朋友，今仔日有2位新朋友，潘立忠、张立强，麻烦你徛起来，互阮欢迎。好，请欢迎你，一摆欢迎，永远欢迎。伊是加拿大，从加拿大来的，加拿大牧区。温哥华，欢迎你。毋知阁有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无？好，若无，咱即时用祈祷的心来关心教会的圣工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咱做伙来关心教会的事工。今仔日下晡1点，伫礼拜堂有圣经与植物的讲座。顶礼拜主日受洗的名单如下。为着配合防疫的措施，请兄弟参加逐项聚会的时阵，一定要戴口罩。
12月31号暗时8点，伫礼拜堂举行年尾祈祷会。礼拜5的祈祷会做伙伫31号举行，欢迎兄弟参加。1月1号办公室休假一天。1月3号第2场礼拜中举行明年的会长就任式。台湾神学院伫明年春季班有圣道神学系课程，本会会友有优惠，详细情形请问办公室。上年团契1月4号早起9点半举行月例会，以下是聚会内容。1月8号早起9点半，台北中会上年事工部召开会员大会，请要参加的兄弟伫今仔日报名缴费。其他明年度1月份的上年团契聚会内容，请看周报。1月10号下晡3点半，伫新中长老教会举行张信伟传道师、方任牧师甲第8任牧师感恩礼拜。本会青少年团契甲圣歌队全拢献诗。拜六下晡4点，青少年团契甲圣歌队做伙练歌。请继续为身体欠满的兄弟姊妹代祷，愿上帝安慰甲医治。公道请柯牧师。除了咱拄仔看到遮教会的事工，以及咱所三甲参与的以外，嘛包括咱家己个人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工作，特别是咱的心甲天父上帝的亲密，咱拢要摆咧伫主的面前。所以这时，请咱起立，开咱的心，也开咱的嘴，做阵祈祷。是咱主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伫这个世界变化多款的中间，你有办法体验你的天，从你主你保守，特别我教会家己起码去学习的过程，会让遮这些许多，我真正需要注意，因传唤，然后把你当欢喜回应主你，因所以我你练习，讲最主你，你的灵变越甜。然后我哋当车做这个神像，好造的家庭不靠咱，对心灵所发出，常常上仰望顶礼所主席。按关灵的主上帝，阮感谢欧罗你的名，互阮对年头到年尾。拢会当领受你奇妙的听甲保守，阮犹原同款有经过死荫的山谷，阮有经历着真软正无法度继续的时刻。不过，感谢主，你圣神奇妙的做工，常常用讲袂出的吐气，为着阮来祈祷，陪伴阮祈祷，阮要搁较坚定领受。你甲阮三甲同在即款的应允，伫即个时刻，阮搁一摆摆列，阮的恳求，愿主你赐福看顾，奉你的名所建立的教会，会当成做即个世代的福师，互人看到天父上帝你对台湾人民、对社区的疼，阮也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。因为圣神的工作，内在生命常常活新，互阮外在的见证显明伫人的中间，包括伫阮的厝内、工作的场合、阮的社区中间，因要看到主你家己伫阮头前的引带，愿意帮助阮，互阮伫即个跑走的过程无受拒绝。照你所应允的，通领受上天的绵羊，愿你的主爱，你的怜悯，拢无离开阮。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上营，请咱同心来吟403首《主差遣我》，吟诗线，请柯牧师祝祷。主差遣我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、扶持、安慰、医治，甲恁大家三个地地，对即时直到主过来，阿门。今日你要请坐，今早起的敬拜到这结束，会到闭会平安。